哎，老公啊，哎，花花落落天哦，花花落落地哦，天茶起分内股，地茶起分内股，男人老公不能够茶吃我了那个七杀是做干么咯？我做干嘛？我忙，老是忙不出呢啊！干嘛啊？都呀了，一得了我不习惯唔高噶。喂，你咋了屋里下来啊？那忙不出平时别死，我有个他上我来的个啊！我干个人打理，干不是你打理啦？还人打理的我干得干？干得干？呀老一到了屋里下来，我干唔得干？我老些交代。呀，老爷打理哦。我是五开箱的，我是个几开箱啊？哎，我跟你老人唔高吧？你唔高吧？你到了屋里下来，我讲我你唔高吧了我啊？五开箱子啊？所以我爱啊，我尿就必须灭。那，小说3点了。干么是3点啊？我这个人啊认不得啊！你怎么到了屋里来了？今年我忙死条嘴了，刚刚调到个太平桥啊！讲我人活啊，一边唱小调，一边叫单子条路，刚来到，给我干到太平桥困觉啊！给到太平桥困觉？真是个。我讲为干贴到个单子啊，到太平桥困觉，结果他也不歇忙花灯不到太平桥困觉的。吃叫我不给送屋里，我敢没得做啊！我讲夜到没头，我不自己屋里没得做喏，我到屋里睡呀，明天不能送回，就不肯来。我讲屋里向有老姨个，早干没得听话，过来打问个早老了是个。那不早点讲啊！我来得及讲，我才呀老婆打屋里来嘞，我被你笑死。那大姑娘，对不起，无谓，打扰你们了。唔讲，既然是好心救你个，唔讲。多谢大哥打扰了。田兰花小姐。哦，田兰花小姐。哎，好呢，唔讲我都会说呀，天亮干嘛？多少好毛啊？我讲搿件衣裳好毛是吧？哎，多少好毛啊？衣裳老好毛的。黄亮哎，买件夹子嘛，让我夹子嘛。问别人夹子。夹子。田兰花小姐，大哥，你个衣裳贴好毛，我老爷讲侬夹子不给夹子吧？啊，大哥大嫂，哎，实不相瞒，这件乃是真子八宝衫，乃是我家传家之宝。我家弟弟说过，不能借，不能买，又不能送的。哦。对不起了啊！别人讲唔自家的喏。小气。包衣咁结本噶。对，穿上人不对了。东门后两的。摸到别人个么子不想加的。小个人的位置不想配喏。干么不想配啊？把人把钱太穷了。太穷哦。我有老嘛，我好忙嘛，你给我讲。有老咁个贴个宝贝个衣裳，700人都有啊。搿话讲来了哇！大哥不好意思唔讲个，他们我能讲喏，今日睡夜了，搿家面上了侬去困。哎，我两夫妻嘛打地铺。这么死的你？唔讲个，来最是客。哎，我是你看到。哎，不给困哦。哎，两块。那多谢大哥大嫂了。懂能学两哎，小对个呀。多谢大哥大嫂。啊呐，都好毛哎，黄亮我讲。这件衣裳要是夹了我的人里向，哈，仙女样个。给我这个人里向，我仙女样，你个位置都不像样，我。干话，我位置我干唔疼啊！你干么个位置好啊？我干唔疼啊！我干话过去了，我比就比不过啊！干么比得过啊？这其实衣裳夹了好毛哎！我衣裳夹起我比就我要好毛。你个姐妹我给好毛。我不想乱讲。你个姐妹干么？我姐妹，看到这位干嘛要讨我啊？我干不好毛啊！不懂的你真美。我到底你真有没不讨我了？小搞。